车头登来看国内宜兰的四城火车头已经有要到60吨的历史。地方认为，这个建筑物已经伤过老旧，而且附近拢花草乌乌暗暗，实在无介安全。希望会当来协助翻新。内地表示，因会先赶紧来抠草，也会落实维护。 伫宜兰大溪四城火车站表面的油漆拢翘来，也有壁唇真旧真厚，要到60年啊！地方希望赶紧重建。这都是铁路启用地。村长带咱去看，伫火车站附近这片大地的土地，放遐发草啊。地方讲，若到暗时才暗摸摸，容易真侪治安的死角。四车站虽然无大，不过当地真侪上班族甲学生来回宜兰市拢伫咧真坐车。车站附近停真侪奥多麦脚踏车，车站附近停车的空间爱做规划。争取一定要把我们这个南边。 这个礁溪南边这5大村的交通的枢纽啊，这个门市也就是说我们这边的4层的门面哈，把它打造得干干净净的。附近的店面也讲，四城站离滨高道真晚，火车只要入站时阵，滨高道就会关闭，爱等真久。平交道离那个车站太近了，还有时候都等很久啊。 对地方的期待，大体是讲，会先把车站附近的草瓦灌好清气，并且把车站的站体修理好，进行维护。最近也伫咧车站的门口，也有便所、站外的电火条啊，加装路灯，改善监视系统，确保宜兰乡亲也有上班上课民众的安全。也伫当地搁再办会勘，做环境改善报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